加冠典礼是花以一年一度的盛事，学生在接受老师的加冠了后，将开始安排到病院进行实习，实际参与照顾病人的工作。今年接受加冠学生总共有303人，其中女学生255人，男学生有48人。今年的加冠典礼呢，是因为5月份疫情的影响，那特别延后到10月份来举行。因为我们非常珍惜加冠的这一个仪式，它视同是护理人员的成年礼。那也希望借这一次的典礼呢，让学生对护理生涯工作的一个认同。那今天与会呢，有很多业界的长官跟校内的长官来一起给学生勉励。那也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完成。忠贞职守，忠贞职守，尽力提高护理专业之标准，尽力提高护理专业之标准。加冠了后，全体加冠生嘛做伙宣读誓词，誓言效法南丁格尔精神，尽力提悬护理专业，协助医术的精致，争取病人福利。中华医大董事长郑启瑞、董事叶明阳、卫生局专委叶灵山等贵宾，也拢出席见证这次加冠典礼，为学生祝贺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